是谁写的啊？到底是不是李白啊？跟那个袭人已乘黄鹤去，此地空余黄鹤楼，好像是孟浩然写的。后来是李白又要写。那崔颢有没有写？这影片在介绍黄鹤楼，武汉的黄鹤楼是建于三国时代孙权呢。那《三国演义》里面那个周瑜要害诸葛亮，就宴会就是在黄鹤楼。然后诸葛亮有智慧才能够脱身啊，智慧就是护身符啊。他安排赵子龙、赵云啊，来帮忙他，你离开啊。那影片里面有那个早期的模型3楼的，后来变5楼。1981年提到1981年，然后在顶楼可以看到那个武汉长江大桥。哦，武汉里面那个跨长江的大桥，上面跑那个汽车，下面跑那个火车哈，就是公路铁路共用的。那李白也写到那个“唯见长江天际流，